到新园讲堂舞台剧公演，表演开始。来，好吃的鸡肉，新鲜又便宜，赶快来买哦！先生、小姐，来买鸡肉哦！在一个人山人海的菜市场中，有一位王姓屠夫，不得不说他的技术真的很好，从落刀、拔毛到清理等，动作利落干净，毫不拖泥带水。死在他手中的鸡、鸭、鹅更不知有多少。一天，王姓屠夫依然卖力地工作着。来哦，现抓现宰，新鲜的鸡肉哦！对，桃妹，今天的鸡肉很新鲜哦，买个几斤回去加个菜吧。王姓屠夫跟桃妹是老交情了，10几年来，桃妹都在他的店里光顾。老王，我吃素了，我跟你说我吃素了，你听懂没听懂啊？什么？我说桃妹啊，你千万别被那些臭和尚给骗了。人不吃肉，岂不是面黄肌瘦？哎呦，营养不良吗？日子怎么过嘛？没有人骗我，是我自己要吃的，而且我吃素吃得很开心。来，你看看，这鸡腿多新鲜，多漂亮啊！煮了保证好吃，超赞的。不，杀生这是死后是要下地狱的，哎呀，好恐怖呀！哎，桃妹啊，我告诉你啦，压根就没什么地狱呀。你看看笼子里的鸡，它们多么可怜啊！换个工作吧，也许赚不了这么多钱，可总比当屠夫要好些。杀生的罪真的很重，以后要还杀生的愿真的很不容易耶。桃妹，我告诉你，臭和尚们到处骗人吃素，他们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老王的。桃妹，我说你是聪明人，可别被那些到处生事的臭和尚给骗了。老王，你听我说。桃妹，你听我说。不，你听我说。不，桃妹，你才听我说啦。两人争执不休，最后不欢而散。老王被桃妹搞得郁闷，就早早收摊回家了。真是的，好好的，没事，吃什么素嘛？自己爱吃就算了，还叫别人来转行，简直莫名其妙，触人家眉头。唉，算啦，今天没心情做生意啦，干脆先回家休息好了，明天再来大开杀戒啦。臭桃妹，可恶！哎，桃妹真是傻不隆咚的，臭和尚们根本就是一群骗徒，桃妹居然把他们话都听了进去，傻，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啊！可恶！
儿子，你今天回来的比较早，我帮你倒水来，先喝一口水。哼！我养了你这么一个老废物在家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业？做这些鬼玩意儿，能赚什么钱？没有了，只是想要多少贴补一点。你就只会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臭老头连一丁点财产也没留，害我什么都要靠自己，还要伺候你这个老家伙，真是可恶！儿子，别生气，我这就回房省了你看了心烦。哎，我怎么教出这种儿子？只怪我自己对他溺爱过了头。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真的错了吗？谁能告诉我呢？可恶！哼！谁给能否放给赛物？老废物一个，看着就烦。可恶！你就是他姨的。王姓屠夫心情郁闷，早早就擒了。可是他没想到，今晚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夜。不睡觉，哪个没公人性的妖怪啊！元罗传令，你王大国忤逆父母，毫无感恩之心，用杀鸡为业，杀生无数，毫无怜悯之心，毁谤圣贤，更无忏悔之心，收回40年阳寿，落地狱受苦。我没做坏事，对，没做坏事啊！你一定是没弄错，抓错人了。隔壁有个姓王的，这个不是我王大国啦！哼哼，元王要你3根死，那能留人到5根？我没有错，你心知肚明，我们是不会抓错人的。靠跟我们走吧，怎么去等见以后就知道。走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阎王大人，阎王大人呐、我没做坏事，一定是你们抓错人了啊！我王大国一生努力工作，赚钱养家活口，从不休息，从不休息啊！辛苦的不得了啊！不上天堂就算了，
怎么可能下地狱呢？一定是你们弄错了，抓错人了啊！大胆！你王大国死后还不知悔改，罪加一等。你说你怎么可能下地狱？哼！我这就给你看看。来人呐，把他所杀的生灵带上来。是大王。才我的家伙。你自己看看吧。这是就是畜生，就该死，就该给人下肚的。我杀了他们，哪有错？还敢嘴硬！大胆王大国，本王现在就告诉你，你到底错在哪里？你上辈子没有孝敬心，对生佛没有敬重心，对动物更无怜悯心，对社会可说毫无帮助，丢你不得啊！来人呐，把他带到浊劫地狱，受苦千世。牛头马面拿着刺枪，一遍又一遍地刺穿王姓屠夫。王姓屠夫大声哀嚎：“好痛，好痛啊！你们是魔鬼，你们怎么这么无情啊？”我无情，你对待那些鸡、鸭、鹅，何尝不是如此？也不见你丝毫留情，现在却要我们悲悯你，要我们留情。那些鸡、鸭、鹅是畜生，畜生就该死，就该给人下肚的。我不杀他们，一样会有别人杀他们的。唉，真是不知悔改，难怪你现在会在这里了，可悲啊，可悲！牛头马面见王姓屠夫仍不知悔改，摇摇头，只是无奈地继续诱使。观世音菩萨驾到！观音大士，可怜王大国，你妈妈辛苦把你养大，你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对她态度恶劣，百般刁难，此乃不孝，一生又杀生无数，还不信佛法，更出言不逊。所以今日你才会到地来受苦啊！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但这一切还有补救的机会，只要你真心的忏悔，记住，
一定要真心的忏悔。来日当你业报还了时，将能得到佛法的救赎。切记，切记。谢观世音菩萨开示，谢观世音菩萨开示啊！后来又经过了各地狱的刑罚，王姓屠夫遭受各种果报，所幸有观世音菩萨的现身教化，他才终于认错忏悔。我当初怎么这么傻，怎么不听桃妹的劝，还去咒骂圣僧、圣贤大德？更糟的是，我还忤逆我的母亲啊！我的杀业，我的不孝。唉，我还咒骂出家人、修行人啊，也难怪我要受这千世之苦。要是一切能重来，该有多好！又过了非常漫长的一段时光，王姓屠夫终于能离开地狱，他被召去投胎。我终于可以重新做人啦！谁跟你说你可以做人啦？嗨，你呀，能做鸡就是万幸了，还指望要做人？来，这鸡皮给你穿上，换你去体会做鸡被宰杀、扒皮拔毛的痛苦，这就是因果轮回啊！你懂了吗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！唉，做鸡，我要做鸡。唉。早日种下佛的种子，修习佛法，医治佛法僧，早日跳脱轮回之苦啊！
观世音菩萨。善哉善哉，我乃观音大士也。因为悲悯众生，所以特别来为你们大家现身说法。我们人总是在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这六道中不断轮回，痛苦呻吟，循环不已，永无出期。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自种其因，自食其果。要知道因果是一点一滴都跑不掉的。观音菩萨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对啊，观音菩萨，请您救救我们吧。其实这不会很难的，只要你们认真向善。虽然现在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多，但是如果你们都能吃素、不杀生，将能免除天下的灾祸。让我们一起放下屠刀，一起诚心念佛，往生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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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谢观世音菩萨开示，谢观世音菩萨开示，谢观世音菩萨开示，谢观世音菩萨开示。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炳荣。我是林婉纯。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因果剧场，其实呢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人死后到底要到哪里去呢？那人死后到哪里去，又在谈些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在说轮回，轮回又是什么呢？哦，这就要谈到很复杂的东西了哦。让我们仔细的往下探讨吧。其实我们人死了，有一天一定会死。那死了之后，生命是不是就到了终点呢？还是另一个起点？其实我们死了之后，生命并没有真的终结哦。而我们这个肉体灭亡以后，我们的身体会变成另外一个叫做中阴的阶段，然后再等待时机，再一次的轮回投生，再得到新的肉体延续下去我们的生命。那这个投生其实就是我们的灵魂。我们的意识，我们佛教常常在谈的轮回。那到底是谁在轮回？在哪里轮回？又是什么在轮回呢？那为什么又会轮回？其实我们简单的说，可以说就是我们众生的心事，我们灵魂被困在了这个轮回里面。那轮回到底是什么呢？轮回其实是由三恶道跟三善道组成的六道，所以常常会有听到六道轮回。那这六道就是我们灵魂被困住的六个处所。那六个处所就是我们的烦恼、造业，所以不断的在这里面经历，好像是永无止境的轮回。在这六个处所里面转来转去，永无出期，没有跳脱之日。那为什么会有这六道的轮回？我们有一些烦恼会去造业呢？其实呢，
我们会造业，主要源于我们的众生。去探讨我们众生的根本烦恼。那根本烦恼就要谈到贪嗔痴三毒。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说贪嗔痴这三毒就是我们众生的根本烦恼，也是因为这根本烦恼让我们不断的受到生死轮回，不断的在这里面纠缠不清，这就是它的根本原因。那其实愚痴就是最根本的烦恼了嘛，因为有了愚痴，你才会产生了贪欲，才会产生了嗔恨心，所以愚痴就是最根本的毒了。三毒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毒了。那再来我们就要讲到，其实这贪嗔痴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众生不断的烦恼的根本原因？其实呢，因为我们的愚痴无明，所以让我们产生了看到一样事物，我们好喜欢哦，看到这包饼干，哇，我好想吃，所以就产生了贪欲。但是呢，爸爸妈妈不给我吃，好生气哦，所以就产生了嗔恨心了。所以这三种就是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受这些心境的影响，不断的折磨，然后也因为这三个烦恼，让我们不断的造业，可能我们就口出恶言，可能我们就会生气的去用抢的，然后我们就会做下一些不好的事情。那因为这三个根本烦恼，再加上我们受这三个根本烦恼的影响的一些行为，我们就会去造作一些业，让我们产生了不断流转的因缘。所以说，他们真的是我们最根本要去除的东西。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消除我们的痛苦的话，一直说我好痛苦，我真是厌烦我的苦，光是讲这些是没有用的，不要再抱怨了。我们应该把苦连根拔起，跳脱出它。连根拔起之间有一些我们要先了解，就是烦恼跟我们业力它到底是怎么的去运作，怎么的造作。这就是我刚刚所说到的啊，他们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因为你的烦恼，所以就会促使你去做某些行为。那某些行为如果是造下的恶业，也就是所谓的恶因，那之后就会再去得到恶果。这就像是一颗种子一样，种子呢，如果是这三毒的话，我们的行为就像是水一样，帮它施肥，让它有营养，让它发芽生长。那发芽生长之后呢，所得到的就是我们的果报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跳脱出这个轮回，我们不要再替它浇水了。那我们就要探讨到死了之后，我们人会经历到中阴的阶段。那这个中阴的阶段，其实它是等待着要投生的另外一个生命的一种形式。这个中阴的形式，其实我们人生死中阴投胎，这整个就是我们循环的过程。在六道里面，我们不断的流转的整个过程。那它会投生的地方不一定是在做人。我现在是人，可能我投生也不一定是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有六道，刚刚我们有提到的6种处所，所以生命的任何一种形式就是这6种。那这6种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去的地方。不是说呢，我这辈子是人就一定再是人哦。不是说呢，这只猪就不能变成人，当然不是这样啊。所以这6种形式就被称为六道，因为它是环环相扣的。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从一个数不清的过去，不断一次又一次的轮回，周而复始，不可出离。那其实是这些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三毒的烦恼所造作的种种的业，所以造就了一连串的因缘，让我们不断的轮回受苦。那像中阴身，所谓中阴身就是我们人死后应成的形式。那这个形式不是我们现在的长相，比如说像电视演的，这个人死后他灵魂飘啊飘的，就变成了那个长相，变成了那个人的灵魂在那边飘。不是哦，中阴它是关系着下一次轮回投生的样子，所以呢，人死了之后变成了中阴的样子，不会是这一世的长相，它会是下一世的长相。如果下一世投生是变成了一只猪，那它中阴身就会变成一只猪哦。如果说他投生下一次是
会变成天界做神仙，那他中阴身的长相就会变神仙。那其实天道、阿修罗道跟人道，他们所受的苦，相较之下是比较轻微的，所以被称为三善道。而且它有一些短暂的享乐、短暂的快乐，但是呢，它还是以痛苦居多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其实三恶道虽然是苦，但是呢，三善道也不完全是快乐的哦。那其实呢，事实上六道的本质，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，其实六道不管三恶道，不管三善道，六道的本质都是痛苦的，都是虚幻的，都不是真实的，绝对没有在里面可以找到永恒真正的快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跳脱出去。那再来要想到，我们人死后是要投生哪一道？这个是我自己决定吗？是不是我自己决定要去哪里？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？还是运气呢？如果运气的话，抽签抽中，这一次抽到了要去做人就做人，这一次抽到要去地狱就去地狱，好吧，去地狱受苦可能吗？这样好像充满了不公平，充满了不定数，应该不是这样的。其实还有就是有人说，有神在主宰，所以努力在拜神，让他可以给我好一点的地方去。那我将来再次投身，做个大富豪，有钱人家的小孩好了。这个好像也有点牵强，说不太过去。其实真正的转身，绝对不是冥冥中有神在主宰我们，也不是运气而言，是取决于我们过去到底是做了多少事，做了什么事，你做了多少好事，做了多少坏事，一点一滴累积下来，记录下来，就决定出再来要到哪里去。那这样说起来，生命我们要投身到哪里，真的取决在我们手上耶。所以我们生命的下一个投身，决定权在我们手上，命运在我们之手。只是说那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都不容忽视哦。那像是有人做了坏事，像刚刚的王大国，你看他又杀生，又不信佛法，还骂妈妈，对妈妈的那么不好，不孝顺，那他就造下了极大的恶因。那他所受的恶报呢？很明显，他就坠到了地狱去受苦，去承担他恶业所造下来的恶果。而且他地狱的业报受完了，还要投身到那个畜生道去做鸡，换他去体会一下被做鸡被宰杀的痛苦，那恐惧，那生命的无奈，那换他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自然，生命形式自然的运作，那才是最公平的自然法则。所以其实我们有些人怀疑说，地狱、神仙住的天界，或者是孤魂野鬼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？有人怀疑他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，这个问题是自古以来非常多人研究的问题，而且呢，有太多各自不同派的说法了。像蛮常有人主张说他们不存在，他们存在于我们心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它存在，它就存在；我们认为它不存在，就不存在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如果说可以这么简单的话，我可以认为没有地心引力的存在，会不会就真的没有地心引力的存在呢？会不会我认为没有地心引力，苹果就不会从树上掉下来了呢？它从天上飞上去，好像不太可能吧？那我们只是看不到，就说它不存在吗？那会不会只是我们众生的愚痴，把我们本来看到的事物给遮住了，让我们看不到？那因为我们看不到，然后让自己变更愚痴吗？应该不是吧？说不定呢，我们现在在否决那些地方的存在，在这个同时间，地狱里面也有一大批的人在争论着说，哎呦，是不是真的有人的存在呢？是不是真的有世间的存在呢？是不是真的有那神仙的存在呢？谁知道？所以应该去相信自然法则是公平的，因果轮回取决于自己，一点一滴都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谈论六道。那我们仔细的去了解六道是什么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下一组的人张书耀、许桂林上场。
大家好，我是张书耀，我是许桂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有关地狱道里面的各种地狱以及各种苦刑。其实啊，是在6道里面，生于地狱道里面所受的苦是最可怕的。那我们先来讲最恐怖的地狱道好了。最恐怖的地狱道，那到底是多恐怖呢？别急嘛，地狱道其实仔细去细分，有8大热地狱、8大寒地狱、禁边地狱以及孤独地狱。那么什么众生会生于地狱道？一般来说啊，其实就是有些坏人啊，做了很多恶业，造下了去3恶道的因，才会有3恶道的果报。那等到果报成熟的时候呢，他就投身到3恶道里面去啦。当然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地狱道，其次是恶鬼道，那再轻一点点呢，就是畜生道咯。不过啊，这只是一个概略的说法，真的要仔细去说的话，还需要很多时间。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因果报应。那其实地狱有很多种，每个地狱道的众生寿命又都不太一样哦。那地狱的众生的寿命又到底是多少呢？跟我们人一样吗？唉，当然不是啊。其实每一个地狱都不一样的。最年轻等活地狱的众生寿命平均大概是500岁。或许会有人有疑问，500岁听起来很好啊，比我们人类足足多了5倍耶。错啦，因为啊，我们人类在人间所受到的痛苦，远不是地狱道能够相较的。地狱道所受的痛苦真的多出我们很多，所以呢，在500年间，他都是在受苦的，而且啊，他的500年不是人间的500年哦，他的500年啊，实在是太多了，因为他的一天是天界的500年，而天界的一天又不是人间的一天哦，天界的一天是人间的50年。哎呀，天哪，500年、50年，怎么这么多啊？许桂莹，你倒是算算看，到底是多少啊？这数目也太大了吧，叫人怎么算啊？说的也是，你这么小，当然算数不好啦。没办法了，身为大哥哥的我呢，只好勉为其难的帮你算了。是262000亿年呢，而且啊，他还是地狱道里面年纪最轻最浅的，其他地狱道众生寿命都是以倍来计算的哦。我们来幻想一下好了，如果呢，我昨天吃了一盘肉，造下了去等活地狱的因，那么就等于说我可以去等活地狱受苦262000亿年。那等到我从等活地狱回来的时候，嘿，我就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我的化石了耶。好啦，我来问一下许桂莹啊，许桂莹啊，你最近吃了什么肉啊？猪肉。唉，真是太可怕了！你已经造下去受苦262000亿年的因了耶！那不是完蛋了？好啦，不要紧张，吓你的啦。其实只要真心忏悔，很多罪恶都是可以被原谅的。那前面也有提到，地狱有分成4个类别，第一个类别是8大热地狱。8大热地狱的第一个地狱就是刚刚说的等活地狱。等活地狱的众生呢，他们受刑的方式我记不太清楚啦。许桂莹，你来帮忙吧。他们就是会拿起兵器、武器互相残杀，一直杀，杀到对方都死亡之后，可是他的死亡只是一种假死状态，会有一种清凉的风吹过来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又起来，又一直杀，足足262000亿年。真是太可怕了。我还记得呢，第2个地狱呢叫做黑神地狱。黑神地狱的痛苦又不太一样，它会被强行按在已经烧热到通红的铁板上，
然后呢，用烧热的铁锯在他们身上做烙印，再把他们身体切成一块又一块的。天哪！而且呢，他们被肢解的痛苦跟人类被肢解的痛苦不太一样哦。他们被肢解的痛苦，这样讲也不对。我们来打个比方好了，如果今天我在切菜的时候很不小心的把自己的手指切了下来，那么当然啦，我会感到断处很疼痛。可是掉在地上的手指就不会痛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在黑神地狱等活地狱的众生就不一样咯。他们哪怕是被剁成肉泥，他们都还是有知觉的耶。这么恐怖的痛楚，叫人怎么忍受啊？还有更严重的是综合地狱，后面又有更加恐怖的嚎叫地狱跟大嚎叫地狱。大嚎叫地狱的痛苦呢，怎么讲？他们呢是会不断痛苦的惨叫，顾名思义啊，大嚎叫地狱当然就是比嚎叫地狱还要更加严重咯。烧热地狱里后面呢也有个极烧热地狱，跟刚刚的大嚎叫地狱一样，极烧热地狱呢也比烧热地狱还要严重，但这些都不是最恐怖的哦。还有啊，地狱到底有多少？一次想清楚吧。怎么那么好笑啦？那再来就是无间地狱。以前许贵你记不记得？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《无间道》，对不对？对。所谓的无间，其实又称为阿鼻地狱。那其实呢，为什么无间会痛苦呢？因为啊，它是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断，不断的在受刑。怎么讲？前面的地狱道的众生呢？前面地狱道的众生都还是会有这么一点点的休息时间。可是呢，在无间地狱里面的众生都是完完全全没有机会休息的，只能不断的受刑啊！而且他们受刑的时间已经长到用劫来计算了耶，这么恐怖！好啦，八大热地狱终于讲完啦，接下来讲第二个类别，八大寒地狱吧。这个我知道，让我来说吧。在生于这个地狱的因缘，包括偷人家东西啊，或者是让人家人死等等啊。那这个地狱的名字有猫地狱、猫猎地狱，还有讹杂诈地狱、赫婆地狱、虎婆地狱，例如青莲地狱，例如红莲地狱，例如大红莲地狱。在这个地狱里，它在那个最轻的地狱里，它的平均寿命大概是96亿人间年。他们就长期处在一个没有火、没有太阳、也没有月亮、更没有一丝丝光明的地方，只有冷风吹袭着他们，让他们受尽寒冷的折磨、痛苦。那这些都只是寒地狱里面最轻，还有更多啊！像爆裂地狱，它就是身上的冷疮甚至还爆裂出来。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嘛，这个鲜血从里面滴出来，都是还有知觉啊。它的鲜血流出来的话，它甚至还没滴到地面上，就已经结成冰块，然后4分5裂。哎呀！不要吊人胃口嘛，快讲快讲。还谁啊？这个地狱的平均寿命是刚刚包地狱的20倍长度，光是这样就不用讲，后面啊更是可怕。它后面甚至被冰到像死尸般，有点像冰雕。如果你从高空看的话，他们几个众生就像一粒一粒的。他们几百亿年之久，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。哎呦，这个痛苦实在是太可怕啦！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地狱，八大热地狱外面呢就是禁边地狱。第一种呢，
八大热地狱，它业报快尽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有机会逃出来。可是啊，他逃出来，他还是不是逃到人间哦，他还是到地狱啦。哎，他逃出来就是在禁边地狱。还有第二种就是特定的恶报成熟了，就会直接到禁边地狱去受苦。什么叫做禁边地狱呢？因为啊，它就在八大热地狱的外圈，所以呢被称为禁边地狱。这个地狱又分为4重，分别是堂位坑、尸粪泥、利刃道以及无极河。这几种呢都是在受苦。堂位坑就是一个炭坑，在上面的众生呢必须啊在这个炭坑里面不断的跑，然后直到跑到下一重尸粪泥。在尸粪泥呢，全部都是奇臭无比的排泄物，在排泄物里面呢，还有剧毒无比的虫子。那如果他真的意志力坚强，不断的游，跑到下一重，那么他就会到利刃道。利刃道它的道路全部都是刀子，由刀刃铺成，每一片叶子、每一片草都像锋利无比的刀，而且还会有恶狗扑上来咬它们。走到最后啊，还是不是到人间，他们还是到地狱。那第4重呢，就是无极河。无极河里面的水呢，都是沸腾的，而且啊，逃也逃不了，注定要被卷进去。那再来呢，第4种地狱刚刚讲过了嘛，就是孤独地狱。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3种地狱都是众生的业所造成的。但孤独地狱比较特别，它是某一位众生或2、3位众生的共业所造成，地点不固定，痛苦的形式也不一定，都是依他们的因缘果报而呈现出来的。像在人世间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小型的个别地狱。现在啊，我们要来讲有关3个恶鬼以及1个天女的故事哦。啊哈，这个我用知道了。让我来说吧，有一个尊者来到一个荒地，那边有一间屋子，里面有一个天女啊，跟3个被绑的恶鬼。天女供奉尊者后就外出，但是在出去前，他请尊者不要喂食3鬼，但是因为尊者是慈悲心嘛，所以呢，他就忍不住喂食那3个恶鬼。结果呢，在吃下东西之后，他们恶鬼的肚子突然像火烧一样，痛苦不堪。天女知道情况后，就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给尊者。原来天女生前是个善心的女人，曾经供养尊者，曾经供养圣人啊，但是她的丈夫跟2个孩子却刚好不认同他们，结果呢，还骂那个圣人说：“愿你吃下供养，在肚子里烧起来。”女人就说，这个女人就很生气，跟她的丈夫跟小孩回答说：“你们这么说会有果报，愿我到时候可以看着你们受苦。”结果全家人就造下一个共处于孤独地狱的因啊。由于这个女人生前有供养圣人嘛，所以她要身为一个天人，则她的这个丈夫跟2个孩子却因为有诛骂圣贤嘛，所以呢就变成3个恶鬼。但是呢，4个人却要无奈的生活在一起。恶鬼必须要承受着没有饮食或者在吃的时候肚子里会烧起来，可是天女就要天天看着他们受苦，没有办法离开。这个孤独地狱真是很特别又很恐怖。以上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的地狱道。那我们来谈谈恶鬼道好了。以痛苦的角度来讲，恶鬼道的众生远比畜生道的众生还要痛苦。可是呢，以智力的角度来讲呢，恶鬼道的众生又比畜生道的众生还要聪明一些。恶鬼道的众生是可以理解佛法的哦。那像恶鬼道的众生呢，偶尔会在人世间走动，所以有一些有特殊眼睛的
凡夫会看见他们，但是他们不像是地狱道的众生，是群聚在一起，他们比较是分散各地居住的。像有时候啊，我们会看到听到什么孤魂野鬼啊，什么鬼魂啊，其实很可能就是一种恶鬼的形式。地狱恶鬼道的众生呢是胎生，他们每胎会生下500个婴儿。大家想想，现代人大不了3-4个就养了匹配串了，难怪叫做恶鬼，怎么养得活嘛？所以啊，他们真的很痛苦，难怪会叫做恶鬼了。恶鬼的寿命也不太一定，有些啊，大家可以长达几万人间年呢。好啦，恶鬼的叙述就到此啦，我们就欢迎下一组吴佩萱跟吴子莹来给我们叙述一下恶鬼道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吴佩萱、吴子莹，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畜生道。畜生道其实应该不用多说什么，因为这都是我们所常常可以看得到的，天上啊、地上啊、地底下啊、水里面啊，看不到的、看得到的一大堆哦。那他们寿命当然也有很多，有那种1天1日夜就是一个寿命的结束，有些昆虫是这样，那也有尝试用节来计算的。那也有那种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程度，像以前什么恐龙啊，大到比山还要大。可是像小也有小到连肉眼都看不到的呢。那再来，其实畜生我们会联想到的东西，大概不外乎我们所接触到的，或是所学到，或是我们所比较常听到的。但其实畜生道的众生是不止我们所知道的品种，它还包括了许许多多我们目前科学都还不知道的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哦。那所以其实畜生他们真的很可怜，他们也是承受一些，比如说野外居住的一些寒热，食物不够，大自然里面互相残杀，互相把对方变成食物，这些大会吃小的，小的也会穿透大型的身躯，钻入他们体内去吃东西，所以他们不只要逃避生物的威胁，连安全感都不太容易得到，而且长期是生活在一个恐慌之中。那像被人养的动物啊，也没有见得比较好哦。他们被拘束住，有些甚至要被穿鼻子、被烙印、被鞭打、被抓去做苦工、劳役，有一些还要被宰杀来吃，所以他们真的也是蛮可怜的啊。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说到底畜生道的数目有多少，但是佛经里面有讲哦，畜生的数量是人的好几千万倍，恶鬼的数量是畜生的好几千万倍，地狱众生的数量又是恶鬼的好几千万倍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可以身为三善道里面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做的是很稀有的。是真的，如果我们不小心堕落那个恶道里面，我们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再度变成人耶。所以我们不只说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珍惜我们做人，我们更要多去看这些众生、这些畜生的苦，然后我们要对他们生出慈悲心。从我们日常生活中里面，其实都是靠着这些，我们都是靠着别的生命来成就我们自己的，所以我们欠有情众生的其实是很多很多的。身为人，我们应该要常常去念及畜生其他的友情，我们要对众生升起真正的慈悲，这才是佛法所要我们做的，佛法所要给我们真正的精神。
那再来我们就要谈到三善道喽。首先，我们来谈人道。其实身在人间，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，就可以知道说人的数量非常的少。我们要生做人，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我们一定是在前辈子就要做很多布施，做了很多好事，我们才有机会转世变成人的。那其实人间还是有很多痛苦的。我们把人间的痛苦归纳为8种：生苦、劳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。怨憎会苦是指说，我知道就是无奈的不断碰上自己不喜欢的人事物，或者是被伤害，或者要被跟自己不喜欢的人一起做事等等，求不得苦，无取运苦。因为我们被迫得到了这个五蕴肉身，自然就会遭遇到世上诸种的苦楚，无从脱身。五蕴就是我们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五蕴。那还有再来要介绍到的是阿修罗道。为什么会有人投身到阿修罗道呢？阿修罗道大概是大家比较陌生的。其实身在这个阿修罗道里面的众生，他大概是因为他有做下了很多好事，还有可以升到天界的福报。可是因为他的嫉妒心、嗔恨心太强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升到天界。他是以另外一种好像天又不是天的生命形式去做呈现的，让阿修罗里面的众生嫉妒、讨厌那个天道的有情众生，所以为了某些原因，为了这些种种原因，他们就常常向天界宣战。那比如说，大家就会觉得这两道天界阿修罗道之间的战争好无聊。对干嘛要这样？他们都已经那么好了，还要去做一些无谓的战争，真的很无聊。可是我们反观我们自己，我们人世间不也是这样的吗？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，好像常常也是因为很小的事端挑起的或者是一些为了个人的私欲，那些妄想，我们权力的预想，然后就去把这个战争给挑起。其实人类史上是有很多次的，为了很小的事情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，引发很多无数人的死亡。所以咯，从这里我们也要检讨我们人也是如此。那阿修罗道的阿修罗道的寿命很长，他们享乐福报也是很大，而且他们智商非常高。不过由于他们的嫉妒心跟嗔恨心，其实他们并没有觉得快乐，而且他们在作战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始终都是处于比较劣势的，所以他们还是要面对战争时候的恐惧，然后受伤的痛苦。那再来就是要讲到的是天界。天界他们享乐是很大，非常非常的大。天界分为欲界、色界及无色界。那他们比较快乐，比较没有什么忧苦、仇恨心。那其实像他们这样子，在抵挡阿修罗进攻的时候，他们还是要想办法培养出自己的一些那个情绪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士气可以去打仗。那其实他们享乐是无穷尽的，可是由于这些方面的有情难遇痛苦，他们比较难遭遇痛苦，没有办法遇到痛苦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升起修行的心。那没有办法升起修行的心那他们又比较没有办法有出离心。
跳脱这六道轮回的出离心，而且他们享乐实在太快乐了，所以不太认真的在修法，就比较难升起那证悟的一天那个感觉。那因为他们享乐非常大，福报是会被耗尽的，所以他们一来他们没有办法认真修持，没有办法跳脱六道轮回。那在这些有洁癖、享乐那么习惯的天界有情里面，人间已经很脏了，而且多苦多难，更何况是畜生道。所以大家这边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我可以遇见我自己，可以要从六道的最高处跌落到最低处的时候，最脏乱、最苦的地狱里面的时候，那个心理层面要如何去承受啊？在这恐慌当中，临死的友情，临死欲界，天的友情要孤独一个人去承受数百年的这种痛苦，去承受就是他剩下的几百年的生命。因为在他们福报享尽之前，他们就会现出天人五衰之相。那他们天人五衰之相现出的时候，其他的天人就会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就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就会都离他而去，离他远去，留下他一个人孤独的面对死亡，而且即将投身到三恶道的恐惧。所以即便是这么好的地方，天界最高处，还是不能避免痛苦的。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，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六道轮回，每一道都只是一个普遍性的描述。简单的讲，那我们大概只是可以知道说，身在三恶道里面是苦不堪言的，即使是身在三善道里面，还是有它的痛苦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的话，即便是生于其中最大福报的地方，还是逃不开痛苦的。而且在六道的生死流转里面，我们有情众生的相互关系是不断的在变换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们的死对头有可能是我们上一辈子的父母，今天的夫妻有可能是我们上一辈子的仇人。而且在六道里面，我们不管福报有多或少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感到满足的，只会贪得无厌的想要更多、更大的福报。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我钱太多，大概他是想要赚更多的钱。所以我们经常在这六道里面不断的轮回，从高处跌落到最痛苦的深渊，没有永恒的快乐，都只是无奈的转身。我们没有丝毫的自主权，财富、亲友都帮不上忙。现在找我们观察到六道的生死之后，我们必须要在心中非常明白，六道的本质就是苦，而且投生的去处决定在我们的兴趣，所以轮回就是去向所生。不管是从天界、人间，甚至到最底下的地狱，它只是痛苦的形式，程度的不同而已。我们这个生死轮回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想办法把痛苦，这无始循环的痛苦根源给切断。其实佛陀他不是一个集权的暴君，要我们在臣服在他的命令底下。他是在教导我们说，如果你也想要得到我所得到的，便依着我曾走过的路走吧。佛陀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曾经是一位凡夫，也跟我们一样，在轮回里转来转去，
那是因为他依着某种方法的修持，最后跳脱出了苦的循环及六道轮回，甚至他为了其他想要脱苦的众生，也教导了脱苦的方法。他并没有强逼我们一定要照着他的教法，他只是在说，我也是过来人，我也曾经历过你现在深受的苦，后来我脱了苦，而我脱苦的方式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也想脱苦，只需要依着同一条路走便行了。佛陀的教法里有很多种，我们在佛学术语中把它形容为84000法门，而其实在84000法门之中，可以把跳脱六道轮回的方法归纳为3学，就是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总之，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学佛，吃素不杀生，因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愿大家一同努力，通往解救成脱之道。阿弥陀佛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子维。现在让我们请演员一一上来为大家谢幕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第一位最佳男主角王姓屠夫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张书耀。我是张书耀，我饰演王姓屠夫。好，让我们欢迎第二位最认真行刑的牛头马面。大家好，我是马面许桂莹。大家好，我是牛头林红玲。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三位，已经吃素很久的桃妹。我是桃妹吴佩萱。还有我们最可爱的金童玉女。大家好，我是玉女吴佳莹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童黄雨慈。接下来让我们再欢迎我们很认真的旁白。大家好，我是旁白吴子。还有我们很威严的阎罗王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阎罗王。我是许志善。好，那让我们欢迎我们最活泼的市场路人。没关系，还有等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韦斌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黄玉涵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王宇轩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胡子乔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卢詹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兼水匠张燕柔。还有我们的牺牲半老的王母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母林婉纯。还有我们的勾魂使者黑白无常。大家好，我是黑无常蔡炳荣。我是白无常郑翔。好，还有一位压轴，让我去请他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饰演观世音菩萨的吴子维。好，
谢谢收看。